你们觉得我今天怎么样？是不是感觉特别漂亮啊？有没有觉得？有没有觉得我的口红好看了很多？有没有觉得我的头看见没？戴了一个新的花花，还有我的耳环。是粉丝说没有看见过我戴任何的首饰，所以呢，今天我特地来给你们戴下口头认。漂亮吧？如果漂亮的话，你们就多看2眼，也不会有事的。Kuya itu kamu kayak coba ya被大钟大包海的我留的大给山找了不爱公婆这人婆我毛柴我毛我树大包海的我的卡斯赶到这里昨天的那个爱鲍鱼呀是用来着的呀因为的Una Tetlah Nelisa 这是不该不我这样不Una lalaki tu ada dia ngomong dia kata sisa boleh lah kah Hello Nuna aku jadi tu sao dia被娘的西双版那好年到嘞浓度容易加呀你是sao你路改谢谢你浓度容够了呀这么浓过呀把大摸脚现在这么脚终于可以穿你海路了你还好那不容够啊那背了点钱都不容够啊有点容够的你可以多少被我10下啊我现在呢带你们来看一下我们村的美女帅哥现在有怎么走首先呢这样经过的美丽的腿看一下下面有好多好多的人看见没有这里2个小美女然后你看一下很漂亮然后还有这些看见没前面那里还有几个美女还有就是你们最喜欢的白地小哥哥他也在这里你们看一下虽然他不是我们这个但是他挺好的